Fastlane Report 今日講咩好？今日同大家講講人口政策嘅思維困局，係咪大灣區嘅視野先至係出路呢？香港仍然以 City State 嘅眼光去設計人口政策，卻忽視咗大灣區區域流動可以提供嘅根本良方。今集我哋 Fastlane Report 同大家詳細分析。大家好啊，我係 Mike， 歡迎大家收聽今朝早嘅 Fastlane Report。今日係2026年嘅5月6日。生育率低、人口老化、勞動力萎縮呢三個詞語係近年香港政策討論中出現頻率好高嘅詞彙之一。今日咧，我哋想同大家分析，我哋對呢個問題嘅理解可能根本上就錯咗。早前咧，南華早報咧報道過一篇有關嘅新聞咧，就話香港嘅人口政策咧依然困咗喺一個 City State 嘅概念裏面，因為佢冇充分認識到香港今日咧已經係大灣區呢個巨型都會區裏面嘅核心城市之一。而家嘅人口政策咧，主要係圍繞住兩個方向：第一，鼓勵生育；第二，吸引移民。兩者咧都預設咗香港必須要喺自身嘅邊界裏面咧去解決人口問題。根據政府統計數字，香港市民嘅中位年齡去年咧係升到49.4歲，接近1/4嘅人口咧已經達到65歲樓上啦。而大多數嘅女性咧都已經超越咗個生育嘅年齡。喺呢個人口結構底下咧，鼓勵生育呢一個政策嘅效果咧，其實係極為有限。一場數字上根本嘅逆轉咧係唔現實，亦都唔應該被依賴。如果我哋以紐約去做比較咧，你會發覺嗰個地方咧超過36% 嘅居民咧喺外地出生，而大量喺紐約工作嘅人咧，實際上係住喺附近嘅 New Jersey， 每日都跨州通勤。呢啲屋企咧唔會被當為係啲永久定居嘅移民，而係被當成為一個大都會裡面勞動力流通系統嘅一部分。另外睇睇例嘅例子，上海。上海係中國老齡化速度最快嘅一個城市之一。65歲以上嘅人口比例超過29%。同樣佢哋都冇依賴喺城市核心提高生育率，反而係透過長三角咧去區域整合周邊城市去補充勞動力。所以我哋認為香港其實應該將一啲政策目標咧轉為確保人員、技能同埋家庭能夠喺大灣區裏面各個城市咧流暢順暢流動。政府喺呢方面嘅政策其實反映咗一個諗法啦，就係一啲框架性嘅錯誤，一啲 framing error。當我哋去將問題定義為香港自身嘅人口問題嘅時候，我哋好自然就會諗個解決方案咧，都係限定咗喺香港邊界裏面嘅行動。但如果我哋去重新定義個問題為大灣區作為一個整體嘅人口調配問題咧，咁解決方案嘅視野咧就完全唔同啦。City State 嘅邏輯咧又唔係冇佢道理，佢形成咧有個歷史嘅根源。喺97年前，香港嘅邊界咧的確具有好高度嘅行政剛性，即是唔可以咁輕易改變。跨境嘅流動人口的確係受到好嚴格嘅管控。獨立嘅人口規劃框架喺當時咧係合理合情嘅。但係回歸咗30年啦，呢個思維框架咧似乎依然主導住啲政策嘅討論，反而咧反映咗咧呢個唔係意識形態嘅問題，係似乎一個制度嘅慣性 institutional inertia。呢個咧喺公共行政上面咧都係一個其中一個我哋成日用嘅分析概念。反映嘅係咩咧？就係一個制度，若果佢一旦成型嘅話咧，就會好容易產生一啲自己強化自己嘅惰性，令到成個政策調整起上嚟咧，即使邏輯顯而易見係啱都好咧，但實踐上咧都舉步維艱。我哋睇睇隔離嘅深圳啦。深圳係中國目前差不多最年輕嘅大型城市，喺香港隔離嘅啫。大灣區嘅人口結構本身就已經具備咗設計上嘅多樣性，等唔同城市、唔同級別、
唔同類型嘅勞動力咧喺供應鏈上面扮演唔同嘅角色。香港咧，如果堅持以自身嘅人口自給自足作為一種政策目標咧，實際上係抵抗緊一個已經成型嘅區域分工格局，其實會係一種系統性嘅資源錯配。呢單嘢究竟牽涉嘅政策範疇可以有啲咩呢？人口政策啦、家庭政策啦、大灣區嘅整合政策啦、勞工政策同埋點引進人才啦、房屋政策就喺跨境居住安排方面啦、社會保障或者退休保障方面跨境點連接啦，同埋教育同埋醫療政策點樣區域化去安排，需要謹慎處理嘅議題啦。喺呢方面，第一，依賴大灣區補充香港人口呢個敘述咧，的確喺部分香港市民眼中仍然具有相當嘅政治敏感性，涉及身份認同同社會凝聚力嘅深層問題。但做政策溝通嘅時候，需要高度嘅政治智慧同埋敏感度，唔能夠純粹以功能性嘅邏輯咧去嘗試說服大家。第二，唔同城市之間嘅公共服務，無論醫療又好、教育又好、社會福利都好，而家喺制度上面依然係比較相互獨立。跨境流動嘅便利性係可以理解，因為佢解決到好多問題，但係同一時間佢都會有好多跟住嘅技術性同法律性嘅問題。喺考試嘅時候就唔好太將呢啲事情簡化，就叫做打灣大通區就萬事大吉啦。第三，當我哋提出將個政策焦點由生育轉到流動性嘅時候咧，並唔係意味住政府可以兩者咧係唔互相排斥嘅。去 JRE 啦。JRE 又可以點樣？有咩 insight 咧？第一，頭先我哋睇到一個技巧，就係我哋重新定義個問題。能夠重新定義問題，往往係處理一啲高難度問題嘅關鍵技巧。大部分同學仔咧都會習慣喺題目俾嘅框架裡面去答問題。咁但係往往咧答得比較好嘅同學咧，往往分析先質疑咗個問題嘅框架，去提出一啲更深層次嘅分析。今次示範嘅係城市對大都會區、香港對大灣區嘅框架轉換，能夠主動質疑同埋重新建構問題框架嘅同學咧，往往係比較容易喺眾多嘅答案當中咧脫穎而出嘅。第二樣嘢，頭先有提及過嘅制度慣性或者制度惰性，香港好多政策根源咧，並唔係在於設計政策嗰個人咧或者個團隊咧冇一啲常識或者智慧。而係源於一啲歷史嘅原因咧，有啲制度安排好難去做一啲快速嘅調整。如果考生能夠識別呢啲慣性、呢啲惰性，同埋提出一啲漸進式嘅制度調適嘅路徑，就係高質素嘅政策分析嘅象徵，亦都係一個優秀公務員應該有嘅政策思維。第三，大灣區政策咧係近呢幾年咧喺 JRE 都常見嘅考核範圍，或者可以常掂到嘅考核範圍。考生應該盡量掌握大灣區嘅基本政策框架，包括相關嘅互通互聯安排，同埋香港喺同大灣區裡面嘅定位同角色，咁可以令到喺考試當中講啲有說服力嘅論點，而唔係空泛嘅口號。各位同學，人口老化唔係洪水猛獸，但如果能夠只係用 City State 嘅眼光去應對大灣區整體嘅人口問題，呢個就係真正嘅政策實驗啦。香港需要嘅唔係更多嘅生育獎勵金，而係一個更寬廣嘅視野，將香港放返喺大灣區嘅地圖上面，重新去思考人、財、家庭嘅流動。今集花生 report 我哋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